前说是关过了，我岂不愿与他计，愿命将士永到腰，我也不愿要儿子，他为表兄终遭苦担相思了，我要免一个知音人滚蛋不求爹不求娘，也不把菩萨去讨烧，怎么样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，实实在在滚滚彩彩，四季红人把郎君照。从今不许当豺狼，老见狼摇头鹰，不信见狼摇手响。正在叫那无狼贼为这把人属老王属老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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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官为靠杀了金狼？哈哈哈哈！
红天母，老恨人死里忘法，贴出官榜，我们何不当他一个累赘，也切他一个明榜？明榜，对，以明榜对付官榜。起身自身，好把明榜放起起来。自谁家归国子女，竟有这般见识？你皇帝家早就说是两句话，两大才子红一眼，再个鲜花道理美。哦，莫非他就是袁家三小姐袁玉梅？有请曹云王来了，只愿这许配我好，不唱不在两心好。这男子我还是来苦撑盘，做小吏更是风采浪大我边草，今在中非把翁须转，吉凶互佛好难定曹大人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大总管需要这小曹用啊，喜从何来？曹大人，总兵大人相中了你家二姨妹，要你这位大姐夫从中作媒，这不是你高升的喜日吗？哎呀，大总管，像我家二姨妹早已许配表兄严文明，这总没速做的事务做的呀。三日，你不想以光问心，大道之也要为冤将我们后路远。
是的。来，下副钢铁，好吧，我来带你写。上写总兵郎恒英延年69岁，6月初8日是生卒子我。明王之爷原是海子女元月里年方。邵大人，报一报你和姨妹的生辰八字吧。哎呀，这个钟妹我事无做得，再说我一出来报不出来呀。你报不出，那就我来报。那就写上元月的年方18岁，2月初2辰日生，属大龙啊。两家女就心情只好来自钢铁用午饭会。来。来呀！有好生时候的每人听音句。是。有请袁大人，有请袁大人。年方21岁，正月19自人所生。今日来贫富月老牵红线，红一定是送年更好技巧。哦，下面还有4句小诗呢：长无梅花诗，月无乱无名，清新是母兮，不负见中心。像你家三小姐举情来了吗？哦，看这诗中之意，好像我家牛妹还同她见过面的嘛。过来。这真是奇人奇事。我说小英啊，那么老夫人今天家二小姐所听到我二姑爷也问名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老夫人的眼光啊，叫她自不用桌子，真好。看这两个丫头的嘴巴哟。哦，靠天数不少，大贵老爷是要回来了。我说小燕，快给老夫人准备。是。
娶我亲生女。一声小子来当头，我儿女里应聘让着他江边滚来去，我难容两字当出口，让着他一生路后把刀穿，人家安慰几人手，可叹我遇上难断，遇本难走。我见了女儿真家的，见了夫人，哎呀，我真开口。我虽是钢铁千斤重啊！岳母，彩礼在此，小婿今日先走了。妈，你做大妹，你该做大头，还不由我快快进去。哎呦，岳母啊，你快！哦，老爷，你回来了啊！老爷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夫人，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夫人呐，喜从我来，我家玉梅配着好人家了，这次红已经说跟帖来了。哎呀，他拿到了跟帖，欢天喜地，可我拿到这跟帖，怎么老爷你不同意呀？同意同意。哎呀，不好，像这红颜两大才子都与我家攀了亲，可他们又对郎家结了冤的呢。我说老爷呀，可你心神不定，莫非衙门里又出什么大案子啦？非也非也。夫人啊，今天总兵大人设宴请我，请我姑父饮酒。呀，这倒奇怪了，他是堂堂重兵，你是小小园里，怎么可攀得上哟？是啊，可是他，你讲，哦哟，我到哪里瞧西瓜，哪里吃伤伤气气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老爷，夫人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姑爷爷闻名前来投亲。闻名来了啊！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快快有请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！呀，快快备坐。传见一幕，闻名快起来。见过大姐夫，不管，一幕，母亲命我送上家乡种子，望一幕笑来。这种子啊，是什么最爱吃的？你看多懂事情啊！闻名快走，快走。谢寿。我说老爷呀，今日里喜新连连喜门，真乃几十风良人。依我看玉里张人文明道，我不今夜张灯就成婚。君子也来婚礼里，这两场一起哭，他婚
今今万事早起呀！一路辛苦了，我是小英啊，我在二店里面接风。分明啊，姨母等一会再来看你啊。多谢姨母，多谢姨母罢了。多谢大姐夫。老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夫人，哎呀，这你不是我被儿女婿去了？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啊！总兵是一个机灵，有女女嘞将配婚，他刚到兵用了意。老爷，我的好老爷。种种祖国大美人。哦，原来是你牵的线啊！哎呀，我小冤枉，小冤枉啊！定的是小婿有心做大美，实在是生我眼睛不对。那郎家这手能翻千江水，我们是三民难对一全罪。对官写的是有效，岳母啊，这何家性命救照你这样讲，你这个美做得好，做得好，不好，做得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岳母，你先收下。夫人。我是大女婿呀、哎岳母娘今天看了这样风儿体面的彩礼呀，我一定要好好犒赏你呢。犒赏我？你等着。我是这样的赏你，哎呀夫人，赏你，夫人，赏你，好你个曹云哇！对对说说家务给，你摇摇摆摆三不稳，敲龙生娃你翻十根，吃里排外伤良心，明知你二妹配分明，你做什么美嘞？卖什么情？当不得，夫人呐，万与你只为怨他罪，你也是一根斤两少半根，亏你手中张大印，怎能够是非黑白不分？哎呀，夫人哦，告诉你，玉里的婚是娘做主，你不管定我来定，快把那更天彩礼统统与我抬回去，抬回去。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你们还不快快与我滚！回来，把彩礼统统叫我拿回去。
说老爷呀，老爷，你怎敢把这头书吃上心来了？我是小爷，哎，快些老夫人找你家三小姐商量办法成事。娘们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有说这事情越闹越大了啊！我听我的小爷问官兵接少爷。
敲开门的是谁？是愚兄爷门命来了。原来是表兄你呀！表兄，你一路辛苦了。晚好啊，玉丽妹，愚兄我是特地来看你的，快开门啊！表兄，如今你我都长大了，这开门，恐怕都有不便。好不明白的表妹啊，我与你青梅竹马心意长，开门相见雨荷芳，明日我就要进京赴考场，难道你叮咛的娃儿也不肯讲哎呀，表兄，你万事轻为。什么？我死了光天，他万事要委屈。好，既然表妹无情，愚兄立即告辞，再不等门。表兄，哎呀，表兄，表兄在这里。原来是你这个疯娘子，他们不当是你。哎呀，孩子，二妹是我啊！原来是你呀！二妹，你的喜事来了。人家早知道了，方才他也过上万岁之礼。那你无事是什么呀？我无声。大姐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方才是在把门关上，谁带同情是家长，是谁人家鸡等不到吹风上，偷偷摸摸要摆堂。一时在等不到花轿到门前，把红盖头做着本脸，做新娘啊！哎呀，大姐，他把我当成疯娘子，把我当成疯娘子。哎呀，三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小燕何事情况？总兵的去害千金，大可能他做难政，老爷被允了情，夫人也怒退了庭，请三小姐这个把祭定，把祭定啊！恰不了当头与亲门。
心。说什么生死是天命，放弃了人定升天与过去。杨家四大能做天，一律既上要面貌爱门。有理分得君王道，或许总兵郎恨你。看辕门无兄与无弟，女孩儿难道就不能够见他只你？怕当夫不仁反伤身。总不能眼空儿子白虎狼吞。他的三妹修身，要令我生生世世只一定，虽为我一人来埋门，偏将一世报情人。
请三声的调遣。三妹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快些讲呢！大姐，这夜要请母亲亲自出堂，与郎才举行一番。这儿大姐今晚一定要把大媳妇款管好。这三妹吧，孩子必须劝说严兄，说说原理母家。这是为什么？那郎才知道严兄在此，一定会加害于他。哎呀！表兄他知道我在危难之中，他岂肯离我而去？是小女表兄来一个花园小委。哎呀，这对上的伞怎么办呢？这伞，哎呀，这伞怎么办呢？月亮，海小姐、三小姐的模样相仿，只是海小姐的眉心多了一颗红痣，要不三小姐这里也点上一颗红痣，那不成了海小姐了吗？什么？你是说要我以美待你？哎呀，不！哎呀，三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为这只好拜托你了。哎呀，二弟，好吧，今天这场戏就由我来唱。哎呀，三妹，生命里常常能翻云覆风，生命里小李长到七师兄，院中百香花花正，管教郎人做难当水一场空。一盏红灯传佳音，二妹相邀几芳心，眉相有意见尽头，书生闻见苦中情。花园景色不欣赏，咏叹风上分一情。喜之子曾要亡魂为之应。三小姐，她也来了吗？不，是三小姐叫给海小姐下集，海小姐想早点歇歇，便悄悄地来了。喏，你看，海小姐不是来了吗？你最好。
喜气连，喜儿子的配子一郎，连表兄临危不自先，说是他李贤弟不值得家喜珍重，忙大言。二妹你呀，你比总爷豪放多了。啊，表兄，你进京赶考，不知何时启程？本当明日动身，我二妹日子生定，愚兄决意再思两三天。两三天？他多5、6天，7、8天也可。不，与小妹之前还是去可登神。啊，表兄啊。至今岂有艰难，我理当相助。愚兄我即刻登城了。表兄上台。表兄，我这里本过梨花牛配成与表兄，单单白云之身，便是你我花着之事。表兄才行，是因为那红牙金的。啊，表兄，这2块牛排可不能弄错了啊！二妹放心，错不了。二妹正宗，愚兄告
死了。宋表兄，也可也听。他总算走了。相公回来，相公回来，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娘子，眼看事情越闹越大了，我怕见岳母，你就暂且让我在这里躲一躲吧。哎，你这不争气的冤家，要你留在房中，这可是三妹的旨意。啊，三妹，哎呀，我最怕的就是三妹，怕他何来？生姜不恩了，叫吃不消，吃不消啊！啊哈！哎呦，糟了！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拉他不止。大姐，你把他交给我吧。啊，哎，娘子，娘，大姐夫，小妹子想有礼了。不管。哎，小妹我有事要请教你。三妹没有话，请讲。不怕宋江不了酒。为姐夫祖居四川，再来教我爱吃一点的。不是他记住。生什么爱其他人？为什么你比旁人几分？你欺我利欲熏心，冤国病，为什么家规国法不真心？你欺我去言不是的官迷人，为什么不管上高把身听？神色神心好比一贯尘，你为什么只与城关不成心？哎呀，三妹，你吃不知，那郎中兵不但拳打死他，而且玩什么？你说你讲啊！哎呀，三妹，那郎中这水晶头听得一用，官比江山在掌中，总兵府里你三王公，雕梁玉字判啊金龙。拳打四打在滚筒，当女灭不在朝中。你要高堂不门道，你要寸分难免君。第三王公，若只管金龙，那老子还要没得江山不成？真是的，可没有把柄谁管动他一根汗毛。要啥子把柄？有没？哎呀，岳母找我来了，有没？三妹，玉梅，不行，分明你表兄弟万算离去。好，事情就等我娘儿俩同心一力来对付这只恶狼了。夫人，老爷，哎呀，夫人大事不好，老子大兵趁机不来，开口就是要你夫人先去得娃。我是老爷，那得娃们先去得娃。是啊，哎呀，夫人，你看我女儿们赌上一赌，再来老夫先去抵挡一阵。我是老爷呀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今天这个斗争啊，还是由我来打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哎呀，弟弟，你二位姐姐还是参避一下吧。去吧，去吧。哎呀，西边夫人，他们穿进花园来了。他进花园来了。玉梅，母亲，你我对郎者还需其中有计。哦，母亲都在家上后面，你老实待人，我鸟叫一声，你尽管出去；鸟叫两声，你就随便把走。好，娘先听你。
举得高高的，把花园给我造得亮亮的。今天看你家老夫人要在太岁堆上动土了。老七母主子太启程，新官放走叶文明，怒冲冲闯进花园来。不管他怕不怕，欲望当今迷我们。老七母在哪里？老七母在哪里？哟，哎，是谁呀？深耕薄叶，长经洛阳，才无子瞪眼睛的，好像连衣裳国都帮的是人一样啊！哼，难道你连老夫也不认识？没有看见过。要是你知道老夫大名，2年也不过如此大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这个人啊，连蚊子嗡嗡叫个声音都要哈个。哎，我是大人啊，你到底是哪一位啊？哼，你且听了，老夫乃世界第元儿，亲封为副将军，官居一品，鼎鼎大名的总兵郎恒义。你是后人，那么你也听上。老身乃钦点今日节的王凤七品园令，宁王爷正让袁子海老爷明媒正娶，两相情愿，并非蜡笔将枪的原配夫人夫子。是来台湾更替的是你，是我。台湾彩礼的是你，是我。放走叶文明的也是你，当然是我喽。大胆老七母，郎爷两家之情有没有证？你尽管开题悔婚，该当红尘。这乱婚女家们，哎，乃是一桩喜事，这天底下哪有结了有母大人？no，我要这样动刀动枪的啊！快去老夫人困住！啊，老夫人，请谢大人。
娘，我真诚心无辜为你把命丧，因此我抬了3天为见你，好叫你思了在心上。想不到你对玉里心意好，你贪亲不怕，谁也不上。即使此，只要你大人一句话，要把那我连也可以是发家长。叫少云王，老龙王来了。不知大人驾到是必能原因。少啰嗦！我来问你，你家儿女美姓可有太极？每次有红字一颗。那叶文明驾到，想必十分好福。严家驾到十分平安。哎呀，难道这老七婆说的都是实话？我且问你，玉丽小姐的命到底问过多少个算命先生啊？哎呀呀，整个王宫也不过说明先生啦。难道都是这样说的吗？也不过算命先生99个都是这样讲的。如果老先生的说法倒有些不同。他怎样讲？大人，他说越是年老越要啃，越是富贵越遭殃。40刻的比包括50刻的定着高房，年过60去玉里，刻得他多情相护莫门房。大人，老表，真有这样的事吗？大人放心，方的不能来上的，远的不能来边的。来，手下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咱也到世上万问，总是一问像一问，你家二小姐的命总还有个普法吧？哎呀，我还是这位中国老爷娘啦。我倒想听听侬有啥个普法。这丫头鸟叫一声，叫我再讲下去。那我再讲点啥呢？老夫人，既然无有普法，那我今晚先将玉丽小姐带回府去，待明日专请各方高明武士再赏你普法。你们龙江在两声三声四声，哎呀，这个丫头的枪法也乱了啊！老夫人，小仙凤命到此，听儿吩咐。你来的正好，刚才这位大人要问普法，这普法嘛，还是请他来讲讲吧啊。大人，我来问你，玉丽小姐的命可有办法普？哎呀，大人，常言道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这普法倒是有的，只怕大人难办哦。难办啊！这天底下还有办不到的事，快讲！只怕要错犯王法，小仙担待不起呀。什么王法不王法，一切由老夫担待，尽管讲来。好，那么大人你就听噻。二小姐命郎是在昂大顶，头可万方也要知心，不用红布盖水晶，不用啥子口敲定，真情真虚三千分。
大人娶不到美人，好了吧？大人就有欺君之罪。大人，大胆女巫有意尽管刁难老夫。哎呀，大人，莫非你就是怕王法？莫非你不想娶女儿的小姐啦？大胆女巫，尽管出言不慎。哎呀，大人，这女巫说得有理。常言道，龙配龙，凤配凤。我家二妹既是大美女子，这泼妇呢是软心计。这次大人劝大使的，不要吃官夫乱家，真是吃言夫乱家，我看你也不难办到哦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老夫说一不二，老夫人尽管放心。老夫人怕口舌无凭，就请总兵大人将此删掉，写在根帖之上。这一来嘛，也好冲一冲把日上的晦气；这二来嘛，也免得老夫人不放心哦。那就写在根帖上。少用我代笔，根帖上不写，蒙官衙被截取，凤官衙被截取，官夫乱家引亲，官夫乱家引亲。老夫人三进几杯，老夫就来画家。哎呀，慢来，这真情嘛，总该挑一个好日子哦。对，那就7月初7。7月初7，哎呀，女郎织女两地相思，不是个好日子。那就7月15。7月15，哎呀，是个规矩，更加不吉利呀！哎，那就8月中秋。 8月中秋，哎呀，老夫人啊，这8月中秋倒是个好日子呢。那么就8月中秋吧。好，根据几句日子消息，告辞了。送客。赵玉娃，你怎么回来？今天的事啊，又碍在你的身上了。哎呀，母亲，这次你可是错怪大姐夫了呀！你这个丫头，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呀？这门亲事现在放下我定死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母亲，把柄拿在手，叫娘不用愁。曾经一个不名字，老天爷嘞，最热闹。想换你风雨雷电起咆哮，家不逃，江上有人换龙槽。谢才官，修女，此地丧亲。
想，我们身上务必要在中秋之前搞到朱大人台前，才有怠慢去不了他事。也是，小燕快走吧。红儿，才问了。晓得。你看他们衣衫吝啬，滚如臭毛，还是得他们也成吧。哎呀，相公，我们这小弱自己都要排挤了。哎，让他们在王边时间去等上家吧。哎，岂不闻君子应有成人之美？这，快去。好好好。哎，快你们苦了啊！这说明条本是和上得去呀。我也有点害怕。哎呀，这相公你看，这两个庞大的丸子，连笋都不管当，哎，岂不好笑？总儿，快替顾孙家替他们打个无水上阵，岂不方便了？问这位相公的意思，多谢二位。哎，快让快让。请。女儿家出门
今日可曾见到严本明？请问严弟，你严兄是？我们是亲自随走的同窗好友，还是严表兄弟。是此时来令我弟兄又近了一人，本来是近得很呐。既是自己弟兄，那我就对你这死了吧。那严兄与我同遭狼子几黑，是我送他快马送他原因，实际上经官考去了。真是谢天谢地。请问严弟，风雨度假，莫非也是上京公考去的？非也，我乃是到朱大人台前告状。告状？莫非也是为那老横营？正是告那老实。好啊，严弟，怪不得你我弟兄也见事故，原来严弟与我自动逃而滚蛋相走啊！此时来，你我弟兄又更近一人了。岂止情而有情，应该是情而有情啊！哎呀，这是愚兄们是终于是身患重病，已有3个月不能上朝理政，严厉的查恐怕暂时告不成了。这便是何事好啊！严厉，不要这急，愚兄之间，你何不随我一同究竟人事？他都能熬头夺钻，帮上告状，你我可以也随同行公事检测，你看是何？不要犹豫了，还是结伴同行。这样不好。我时常会与你结伴同行。怎么也有没换了呗？这两半牛背瞧人背，望我一路来人心胸行吗？我与你共与同走来祈愿的心胸，定真就是这梅花呗。我与娘妹怎么样？是表兄妹，他要我保释院门一结尾。原来严的是私家人，亲随愚兄生正悲。严的呀，既是知情可信赖，下便是月妹定约书信来呀。女啊，红颜算是我早早的。初心失落已不在
金榜为团花，一举功成美上庄。二位大僧勉励轻松，携手。严大僧，大僧，你我举地见面，怎么把小弟我忘外了？大僧是啊，你俩公事与同操，还是言表兄弟吗？面熟的很啊！他俩好像不认识自己。这位恩怨大僧如此面熟，可这言表兄弟又让我生气呀！严大僧，大僧，听说你的花烛之期也是定在8月中秋。是啊。
他怎么肚子逃的呀？我俩的婚期，他怎么都了子知章呢？啊，严大人，大人，以我之见，应先派快马送信一封，一面少夫人交接，二面就外甥子。下官为此等归心似箭呐！以小弟之见，此信应是送少夫人，越快越好。多谢大人关照，告辞。请。记在花言，这位恩怨大人如此细心周到，万是与我私语洞察，万是言表兄弟。这言表兄弟嘛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啊！瓜在几夜，可夜里乘着把葫芦里究竟美是什么夜？鸡瓜，真鸡瓜得很啊！洪兄留步，大人，恭喜洪兄！此前小弟不在，小女梅小姐这你的书信一封也是失落，如今总算找到了。哦，待我看嘞，慢嘞，此信务必要在小弟离京之后方能查看。恰是为何？见卿心意中，洪兄看后是为明白。见卿心意中，看是为明白。哦，慢嘞慢嘞，君子言我从前进，理应等他离京之后方能测看。哈哈，鸡瓜，真是有法的鸡瓜了哈！一个是金钱四神通，一个是实在不易，一语不中。一个是心思满腹延长间，一个个比鸳鸯与从老家花雕比来迎亲，一步放心，请来啊！两相伺候。拿着，我心能发亮。王家花的之下，尽管谁来强进，我叶文明岂能由你来啊？与我把他放了。什么？关在我当当儿中华公司，老子今天要将你的颜色看看。真好，冤家是与郎家生，真是眼缘早记起，郎家有
子王法，在我手中去。更何况这亲自来自愿，请看用，不离苦当年恨。来呀，还原之愿上当。府尹大人免了宽恕，谢主。啊，桂圆，这跟帖可是你亲手用的？公堂之上，尽管把刀相别，可想在你郎家自我别还呐！就算我将被他用意，你管打我怎样人？少有少刚归国法，我要拿你死本！你这个小小妇人，胆滚拿我！来啊！我把他绑了！来呀！与我绑了，把他绑了！两位大人免礼请坐。谢主。袁大人，大人，袁衙之内为何草草堂堂，人无体统？大人，让愿两家结亲，尽得两生节日，老夫先来迎娶，不想新人妇一夜闻名，强请确认。此事说来，夫议他是知法犯法，放大人明心，专业人民上堂。叶文明叩见恩怨大人。叶文明，你身为夫议，知法犯法，仗势强亲。大人，知法犯法，仗势强亲的乃是郎和你。大人，休听他一派胡言，郎元结亲有没有证？何人为媒？少云娃。何不为证？跟帖为证。孙少云娃。少云娃上当。少云娃，你让你去。郎元两家结亲，可是你做的媒？大人，郎元结亲，少云娃官员为媒，这跟帖上写得明明白白。呈上来。袁大人，大人，你女儿何年何月何时所生？禀大人，此女6月初3卯日所生，一年1日9岁。可是刚贴上
吃些，年方18岁，2月初2生日所生，这更替不服，事无道理呀。想必是一日大美人疏忽吧。文官爷啊，配进去，王夫人家迎娶。郎大人这毕竟是邵云华书信，大人你该问他。但邵云华虽将御用之本写在更帖之上，难道不是欺君有罪？还不允我纵身将来呀，大人，总比四大一向王爷不发，设下圈套强迫自愿娃呀，小官为妹也是出于无法，官府乱家是他对我天价，他中我都断，早该千刀万剐。郎中你问题有亏，但是要不管杀他。大人，邵云华乃是私立小人，无凭无据，岂能信他？来呀！丁大人，王国要被本夫人家不正举罪。撤路！升堂！郎恨硬，势力连根将必用硬的，可是你区相思，何必多问？知道犯法，仗势强听的也是你。老夫就是喜欢这个丫头，你又能攀目红尘？你私奔奉义，私造乱家，这藐视公定，屈居皇上之才，你来得掉奉义乱家，纵乱私无所少，可是今上位时有，我将他献于王家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见吕其中万死掉，把头金彩银先退掉。本愿你经上人来，一路上命运必等将你高，多靠你与我想你还发心，靠过西京名字高，做到你把两点做名气，光阴一放肆将高远，令子女早将将公义乱家官司扫，死龙顶头门翻，水川外四黄毛，铁真是三七用来，你残害黎民都是不报，欺君罔上图谋不轨，去打来在滔滔。法忙难逃，压了下去。且慢！哼，你那一股文字官员，只怕放我不得。你这带队观看，压了下去。
也许啊，这是王大人年纪岁轻，可端起话来倒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袁大人，严大人，大人，你看本院短短的可过？法比他的命断，我夫妻今生恐难团聚了啊！你哪个团聚啊？就是下官此女袁月丽吧，你晓得去。说圆月里上堂，圆月里上堂。圆月里去见他人，你是圆月里，带去下官与你何当手啊？你也一起来？有大人，这是找安阳大人他走呀！像我的两个女儿，老爷，老不大，这边安阳大人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娘这么一怎么你啦？你拉到后上去了啊！是我了得老爷，看来这新王大人比姥姥我要忘你。快呀，咱们今天就火车去跟他拼了！不是，家友们，今天跟我老夫人，我拿我的女性恩拼！来到当中去啊！二门来了火，我女性我你天上去了，才公当于国法，才后当于家法。今天我要叫你尝尝我老夫人家法的滋味。打！老夫人本姓我，你是当不得的哦，当不得的。不要说你是姓我，就是天王老子我一个打！这两个丫头怎么了？你老夫人是三小姐回来了。是又没回来了？请你当啊！哎呀，是又没回来了。母亲，三妹是你呀？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啊！玉梅，
小女美女不然遭满了欺君之罪，这来冤家可只要找到你门之罪了。哎呀，这三师兄，妻子。宁王园林三女袁玉梅乔张府考欺君晚上本当认真，今有周御史报罪，故念此女出于为国之君为民之爱，其子可家不予人才。今日秦王之责，教育红叶群接任。红兄，其子女里竭力可攻，请命两队行人接任王坤，请赐谢恩。万岁，万岁！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要不要么绝并不